过年期间，这台南安南区路边粪扫是归堆，环保局稽查人员也赶紧来查证。根据着这环保局统计，高工过年年假总共受理238件真情，有开6张单。也讲日后会加强巡查，避免这款的代志搁再发生。踮只南区某路段，路边互人蹲规排粪扫，看起来是乱糟糟。环保局稽查人员到场随一包一包拆开检查，因要找相关的证物来抓人。像这款情形最近定咧发生，但是环保局指出，主要因为伊到暝到星三无粪扫车服务，加上年前了后住户粪扫量嘛较济，地主袂少人着乌白蛋，拢总开6张罚单。高工年假期间，总共受理238件真情案件，总共各罚6件，其中空气污染环境法的部分有3件，违反着废弃物清理法的部分总共有3件。就算春节结束啊，实际起安南区行一抓路边游玩有粪扫，店里长嘛反映，因为遮定拢有人无规矩乌白蛋，互因真困扰。里面吼，就看人等2地啊，就开始硬等，等啊规大堆安尼啦。路尾阮就分的，怎叫迄个环保来车安尼啊？里面嘛拢会来甲阮反映。反映安怎？比如讲，就是比如讲，伊的粪扫拢乌白蛋啊，还是有一寡伊个家具，乌白坑安尼。环保局表示，对这个年节期间定情案件来看，以臭味的污染物占上济，主要是民众乌白烧物件，过来是庙会放炮啊、产生噪音等。对此，环保局嘛伫台61线顶所在设智慧围墙，甲会随机刷所在监视器来监压废弃物污染的问题。环保局嘛呼吁，因会继续加强稽查，若是有抓到违规，会照废刑法上当罚到6000块。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。